维吾尔人禁止买房屋，因中国当局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推行歧视性政策，导致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很难买卖房屋。据韩东网报道，在东突厥斯坦各处张贴的买卖房屋的信息主要针对汉族人，维吾尔人卖房也受到限制，因为中国政府命令谁跟维吾尔族人进行房产交易就要找谁的麻烦。命令还规定，卖房的不能卖给维吾尔人，只能卖给汉族人。土耳其议员向中国大使询问东突厥斯坦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土耳其好党籍议员法赫莱丁·优库士向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郁洪洋提问有关东突厥斯坦的问题时，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优库士说，一提到有关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问题，中国大使的笑容一下子就变得尴尬，这样他不能否定集中营的存在，同时他已承认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同化政策。对伊斯兰开战，中国共产党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反宗教政策继续有增无减。另一方面，据报道，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经济可以倒退，但安全到最高水平的贸易口号下，禁止店主们销售让人想起伊斯兰和上面有伊斯兰标志的各种产品。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于普京举行的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决定取消原定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根廷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由于俄方目前仍扣留乌克兰船只与人员，他认为最好是取消普京原定在阿根廷举行的会晤。欧盟议会限制临时申根边境管制。欧洲议会议员称，申根区内的内部边境检查应限制在最多1年，而不是当前的2年。欧洲议会大会批准了申根地区内部边境管制的案文，该案文以319票对241票获得通过。